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过来，今仔日阁增加8万怪本土病例，344个中重症，159人死亡，这死亡数字阁再创下新高。最近一直咧落，黄山啊、雨地真侪所在拢造成着灾情，亲像新竹的宝山地区，也阁有达邦公路也拢有土石放落来。有一位姓陈的律师，伊身份证无爱写亲人的这个资料，却去户政事务所拒绝拍官司，目前先来拍赢。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到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80195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344人，死亡个案增加到159人。这死亡数字呢是目前有史以来上界悬的。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整体疫情伫咧后礼拜就会开始下降，不过伫台中的个案应该会增加出来。另外，咱国内有这囡仔感染了后，有几类会出现 Miss C， 也就是道系统发炎症候群。指挥中心提醒家长，若像这少年囡仔伫确诊了后的6礼拜内，搁再出现这发烧、腹肚痛、会吐、会流的情形，就要赶紧带去予医生看。伫台大病院收治国内头一个道系统炎症症候群的患者，是一个10岁查甫囡仔。北医附医也拄到一个个案，是一个5岁半的查甫囡仔。染疫了后，将近1个月出现发烧40度、腹肚痛，到院的时阵已经心要停起啊。好在在紧急治疗了后，已经治好出院。眼睛会红，然后高烧，那吃退烧药没有什么效果。那最重要，它还会有腹痛，然后会拉肚子。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义军提醒家长，囡仔甲青少年伫确诊了后6礼拜内持续发烧，有腹肚痛、落瀉、会吐、皮肤出皮、目睭有血丝，甲头痕正镜头，爱入去就医，请医师评估。他有腹泻、有呕吐、有皮肤出疹，也有这个结膜红，就是眼睛充血的一些情形哦。所以这个都符合我们特别在前几天有跟大家做提醒，说小朋友如果确诊后6周内要特别注意的这些症状哦。7月新冠肺炎本土个案就新增加80195例，确诊分布前3名是台中11587例，新北11443例，高雄11048例，新增加中重症344例，死亡159例，创下新高。外界伫关心疫情什么时阵会当转好，指挥官陈时中预测后礼拜确诊数可能会当降低。千里以下给他一点时间哈，那下礼拜往下退，大概是应该是可以预期的。最近新冠确诊者死亡了后，24点钟来火化争议不断。立委詹明忠建议指挥中心参考 WHO 的指引，像讲新加坡护家属会当休零3天，但是中是讲会当尊重这种的需求。不过台北市数据量预测会较少，会请内政部民政局讨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以他俩的规定跟我们在防疫上的要求并不违背。那现在已经稍微的轻症化。好，那可以来思考一些在人情的顾虑比较多。各县市要求定出明确的标准流程，但是中表示原则上是爱赶紧，不过因为过程有一寡变数，包含火葬场的安排时间可能会延误，你做甲时间定伫传染病防治法内底，都会有相关的处分，也不一定完全适合。记者综合报道。2岁查甫囡仔恩恩染病了后不幸来死亡，伊的老爸也当咧追查这救护车上晚来真相。不过有一个民众指控新北市消防局是一个搬去予恩恩的老爸看，甚至佫抹骗伊，也佫这录音档拢是造假。消防局今仔日去到地检署要告这位指控的民众。不过恩恩的老爸表示，伊事先拢无收到通知，想无这消防局要模拟这状况，咱拢无先甲伊讲咧，而且也批评中央的1922专线竟然爱开143分钟，才把案件转出去，伊无多接受这款的做法。新北消防局去地检署申告，因为一个县长的前消防员指控消防局假造报案、假火警发生，演戏予恩恩的爸爸看，制造环境的噪音、充满个人资料的声音，甚至涉嫌变造录音。我认为可以同时让恩恩爸爸知道，在疫情高压的环境之下，大家都是兢兢业业的在处理每个案子。对于恩恩爸爸误解我觉得比较不好意思啦。那过程中也没有影响到整个派遣的状况。
新北消防局讲，为了让伊知影报案迄天的情形，毋则用切齿无语，互恩恩的爸爸了解。佮讲已经将伊叫甲各单位联络的资料交互恩恩的爸爸。毋过时代力量甲民进党团是批评新北市政府的做法真离经，爱市长侯友宜莫推卸责任。侯友宜市长是不是也应该跟大家说一下，新北市政府真的了不起？你要不要负责？要不要再报一下金钟奖？可能会得大奖哦。我支持出生入死的消防弟兄，捍卫他们的清白跟尊严。只是新北保安中心的情景无语，恩恩爸爸讲事先毋知，感觉真意外，也无法度理解。伊阁进一步质疑，伫中央摕到资料了后，发现1922的联络爱用173分才甲案件转送，互伊无法度接受。那今天地方政府严重的失能失职的时候，中央的1922应该要肩负人民的第二道防线。面对质疑，疫情指挥中心指出，会持续提供家属个案卡入1922专线的资讯，并且说明1922专线的业务无调度119也是防疫计程车的权限。当天，我们卫生局接到1922转北区管理中心的电话时，恩恩已经送到医院，在接受治疗了。那天大概192也出了，也4万多，每一个发生情况的家里的人都非常的就非常的急了哈。我也希望说我们处理能够更快一些。但市长表示，未来会检讨1922专线的流程，安怎伫紧急的情况下负担部分通报，也是紧急调配协助，才通缩短救援时间。只是这个感染的查甫囡仔救助送医过程，到底是不是有延误，还是倒一个处理过程有问题？家属也要搁进一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目前的法规规定，确诊者爱伫过身了后的24点钟内通报。不过，这遗体的火化是无限制24点钟内。伫高雄就有一个太太指控讲，因翁婿为着病到过身了后，这遗体要对病院刷到殡仪馆，业者说该要求讲，就要开5万块。即期这殡葬业者是伫乱画价。高雄市殡葬管理处表示，运送遗体这合理价销大约是2万块左右。真侪民众拢想要送亲人行人生最后一段路去火化，毋过确诊者的家属可能因为规定无法度到场。即马高雄有民众指控讲，翁婿两病伫病院死亡，遗体要对病院送去殡仪馆，这段运送过程竟然要5万块，伊感觉好卡油。主要看各家葬仪业的本身的这样子的问题，因为有的会照合理范围内去报价，但有的会觉得说。这个是地形台嘛，就是会报的比较高一点。民众烦恼互保守拒绝受访问，毋过确实有同业听过这款状况，有业者会拿疫情做理由，讲爱加骹手甲成本来起价。工会统计，最近会员来问处理确诊者丧事的电话比用过增加5成。工会也表示，只要会员处理确诊者的丧事，大概会提供4领防护衫。敢有人趁这个时阵来起价，这是真歹确认。对一般的家属的话，就是确诊者的家属，真的是蛮不公平的啦。我觉得其实真的要有同理心呐。所有的价钱一定会在他的名目上面，一定要公布在上面。如果说真的他有违反，消费者有投诉，我们会转给消保官，在这个地方他就可以来做一些处理，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裁罚。高雄市殡葬管理处表示，虽然无接到当事人的投诉，初期经行文予殡葬业。建议处理确诊死者的丧事总价5万块，对病院刷到殡仪馆建议收2万块，避免出现争议。也建议业者甲家属说明收钱的细节，也搁拍合约。若是查出有超工划价状况，会罚3万到15万。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最近有几多名员工去互掠到因伫咧上班期间，伫咧 PTT 顶头写文章，其中一位是汇点产业发展基金会卸任员工，伊伫网络顶头乱传假消息。面对着外界质疑讲，这市政府饲网军，市长郭文定今仔日表示，毋是伫网络顶头批评民进党就是网军，伊认为这款的讲法伊无法度接受。当日台北市政府有几个公务人员向掠包伫上班时间，伫 PTT 抛文，其中 ID 是 Love Arrow， 这位汇点产业发展基金会卸任的员工，讲因兜一口罩5个人确诊，而且囡仔的病情真严重，居家隔离的期间阁无通领薪水。针对这个内容，伊承认伊是讲白贼。上新处分的结果，伊是去用记2支大告，考绩评定无年尾奖金，
伊嘛伫 PTT 发文公开回释咧，讲处分的结果，互伊有得到驾驶，嘛拜托外界会当放伊煞。伎俩大过了哦，考绩平等了，没有年终奖金了，这是他们的会展基金会自己的人事哦去开会陈组决定的，我也没有讲什么了哈，总是他们自己做的决定，我们就表达尊重。代志发生到今已经1礼拜外，几个市府的员工小连刷红压出来讲，伫上班时间利用台北市府的 IP 发文 ，Love Arrow 处分的结果确定领无年尾奖金。台北市府交通局运输资讯科科长林玉生会受行政处分，也若台北市府关团局科员宋成稳的处分，上紧拜四会公布。另外，高文地随行的摄影师陈碧水的部分已经开考职会，听候首长签名。台北市府最近小连续召开考职会，针对这点，台北市议员质疑讲，整体调查的报告都还未出来，台北市府就着急要甲员工处罚，即便现实要划清界线。现在好像所有的各个机关为了灭火，只惩处了个别的同仁，但对于这是不是集团的行为，完全没有调查哦。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外部的调查机关进行调查，我觉得这个结果难以让人信服。台北市政府没有网军的，不是在网络上批评民进党就是网军，特别都是柯文哲的网军，也不要带这种风向，我也不接受啊。针对外界质疑讲，台北市府饲网军影响大众舆论，高文地是严正驳回讲，台北市政府无所谓的网军，唔通乌白放声放影，而且伊嘛袂接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日拢一直咧落大雨，各地头也传出着这灾情，亲像新竹县的宝山乡传出大水雨造成车路崩塌的情形。目前当地尚无有4间人家厝无水无电，而且是搬渡出入的。民众出入的道路，即马因为大雨落袂停，变做这款模样。毋若车辆无法度通行，就算想要步行通过，嘛着真细腻。大面积的崩陷，长度差不多20到30公尺。本来是小小的裂纹，然后到坍塌，到现在完全无法，不要说什么车辆，人员都完全无法。那跟着它继续在滑的情况下，再接下去就是人命的问题了。当地机关表示，目前了解有4户人家厝受影响，民众厝内嘛无水无电，为着安全，已经请民众暂时刷去别位安置。这整个水这样冲下出来之后，它因为它整个的土壤饱和，所以包含它的整个它的庭院这一个整个断掉，往下呈现，往外滑移。所以整个再继续下去会影响到他这一户人家的一个安全。乡公所表示，目前因为大雨落袂停，暂时无法度修复，敢若会当临时先用布盘来盖，减少地基流失，等雨水冻点，再当用钢条固定进行修复。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讲到这黄山啊，雨大雨落袂离，影响全台湾。伫嘉义达班公路169线28公里处，甲标立关台17线东向27.4公里的路段，昨夜这石仔放落来。另外，南海公路钦河到复兴路段，因为一直咧落雨，本体早起7点半未解雨通行，想要到下晡1点左右咧先封起来。过无偌久了后，就随出现水崩线。雨石流一直向水尾的所在并去，还有边坡的石头嘛落落来。南海公路钦河到复兴路段，下晡1点，搁一个易风性封起来。下午2点左右，玉穗溪又爆发了一波的一个土石流下冲，那又再度的把我们的钢便桥的一个通水断面，又再度的一个减少。那公路单位这边所幸都已经提早来做撤离跟预警性封闭。甲线工务段原本卡进便桥，甲车路无问题，早起开放保全解雨通行。不过因为天气歹，过道封起来，加在有2只封路，土石拼落来迄当阵无人甲车经过，大雨时就无休困。历史嘉义达邦公路169线28公里的所在，有真大片的石头落伫车路的，加在迄当阵无人对遐过。又发生巨石掉落路面事件，所幸夜间无人车进出。包厢出动大型的怪手来清理。车袂透早恢复双向通车，台72线向东边27.4公里公馆乡路段，初七下晡3点，因为落石济，还有未少大粒的石头，继续大桥到出丰家10道路段持续封起来。全台湾真侪所在拢伫落雨，到下晡2点为止，
落雨就上济10个所在，其中有7个地区就伫咧苗栗县内。也若雨量上介济2个所在，是拢伫咧公馆乡。新德宝山乡因为车路放弃无法度通行，迄天累积的雨量有49.5米里。南海公路范围内底高雄甲线测站累积的雨量是70.5米里。气象局提醒，受到梦境雨方面的影响，车到西半部也是有阵雨或者是雷公雨，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对了，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劳动部有公布上届新的统计，讲这旅馆餐饮业大约有3152个人当咧放无薪假，创下今年以来上届悬的数字。其中已经进入到高雄的中南部，也有一间饭店，也有一间连锁的火锅店通报无薪假，这人数加起来有300多人。另外，台中有一间老字号的叫交园饭店呢，也宣布讲月底特别收起来。真大间宴会厅，空空拢无人客。中南部疫情进入高峰，不过餐饮业者业绩却是搬入谷底。台中这间饭店业者讲，宴会厅有时空1个月拢无生理，无举办餐会。今年以来业绩已经落9成，1个月开销爱500万，这阵也伫咧研究。今年虽然有人去举办这个宴会，但是大部分都变成家宴。那有时候是30桌，可能变成5到6桌，然后不然就是延期。那延期是延到那个年底，甚至是遥遥无期。另外一间老爸的交园饭店是未堪的疫情的冲击，宣布6月30土地所有到期就要来结束营业。打出广告，爱买餐馆的民众赶紧来消费。而消保官是提醒消费者，也使选专业来退费，业者是袂使收手续费。本案是属于消费者无过失的状态，那业者必须按全额退费，不得收取任何手续费用。根据劳动部最新的统计，休大餐饮业总共有3152人减班休困，也就是请的无薪假，是今年以来上悬的纪录。疫情严重的中南部，阁有一间饭店加连锁的火锅业者通报无薪假，人数总计有300多人。劳动部启动辅导加补贴的做法。跟这些厂商来做辅导，让他的员工可以参加我们的包括安心就业、从严再出发的方案，从薪资补助或者是有那个参加训练津贴的这个补贴来帮这个劳工。餐饮业者讲，今年的营运是从来唔捌有这么歹过，不过这次为职业的受到政府纾困甲振兴的具体做法，先期待下来疫情顺利降落，加上这边休热，民众较想要出来消费啊，才有法度提升业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有一位姓陈的律师，因为不满身份证顶头上过侪个人资料，伫咧换这身份证的时阵，伊要求户政机关干那写伊的名姓甲身份证号码就好，也表示讲这后壁啦、配偶啦、爸母是叫做是啥物名，伊拢无歹写，所以去互户政单位家拒绝。伊提起诉愿，也去互驳回，落尾提起行政诉讼。经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审理，判这位陈律师咧部分胜诉，也表示讲这身份证后壁这资料拢会当编写。户政机关认为讲这是全国爱统一的资料，怎会当安尼判呢？认为这资料伤过少，判断的效力是真有限的。户政单位也表示讲会继续来上诉。要安怎辨认你是谁？只要把身份证摕出来，姓名、生日这资料全部拢知，看起来真正常。按过台北市有一个姓陈的先生，伊去年伫换发新身份证的时阵，要求户政机关除了伊的姓名、身份证字号，其他资讯拢爱藏起来。算是一个公民行动。我们在律师执业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也遇过当事人跟我们讲过一个情况：身份证在被半强迫的方式被人家拿出来检视之后，我马上可以透过你这个人在违反你意愿的情况下，马上去掌握到你个人非常私密的资讯。这种要求，何文山户政事务所依照即卖规定拒绝，但先生提出诉愿，互人驳回了后，决定提出行政诉讼。合议庭认定爸母、配偶姓名是有间接资讯，刊在病疫别也对辨认个人身份无帮助。你做强制这些资讯一律爱列出来，已经超过户籍法授权的意志，上过头侵犯个人的资讯隐私，违反比例原则，所以判决陈先生胜诉。不过诉求无大相片、出生地这些资讯的部分，法院判伊败诉。父姓名、母姓名这些的话，还是必须
要有的，因为这些才足以去辨识他个人的资料。判决书我们是还没收到，不过的话，我们收到以后，我们会再上诉。目前国民身份证内容建立办法的相关规定，身份证记载项目包括姓名、统一编号、甲伊的条码、出生日期、相片等等，拢总有14项。内政部是回应，身份证所藏的个资拢经过公益性考虑，款型应该全国统一，若做无统一，证明的效力有限。强调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支持户政事务所提起上诉，也会予因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基督教病院，就医生指控讲，这病院内面有真侪不合理的规定，就一个医生伫咧退休前10天，说去互病院家私头路。不过病院的声明表示讲，拢是有经过内部正常的程序，针对这款的指控，会保留法律的追诉权。任职伫中基皮肤科的医师邱忠满，一早起也是照常看诊。伊伫网络发文指出，原本伫7月10号就伫病院做满25年，会使来退休。不过却受到院方无公病院对待。伊表示，病院先是缩减伊的门诊，搁伫5月底来收到无续聘的通知，表示任期到6月底。不过伊却是伫7月10号就满25年，会使来退休，不满工作权无受到保障。这种无法律保护的这个主治医师都不能安心工作的时候呢，那病人的权益，你们真的放心吗？你们的主治医师可以任意被调动。邱忠满指出，之前伊的翁婿肖信昌，原正是伫中基耳鼻喉科嘛被逼退，现在伫秀传病院来任职。而肖信昌嘛指出，院方强行将伊逼走了后，嘛扩大到伊的厝内底人。控诉中基霸凌排挤员工已经是常态，而且一再上演。他也会对医师做同样的霸凌式的言语，这个院内的员工也常常遇到。一院方医生面阁表示，目前依然有1044个医师，不过这4年半只有4个主治医师契约期满无被续聘，这是正常的人数增长的结果，嘛将会保留法律的追诉权。而卫福部嘛表示，目前并未主动介入，如果受到当事医师的定情，才会进一步来了解。所谓的霸凌，这个还是要看事实的，有陈情进来才会去处理啊，不会说主动说跳下去处理这种事情。处理师随员表示，由于医师并不是劳基法所保障的对象，就由地方的卫生单位来先了解双方是毋是有聘过的纠纷。而就算讲当事医师指控霸凌，嘛要提出定情以及具体事情，才会进一步来介入。记者中华采访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法国最近发生着这摕注射弹甲人乱斗的攻击事件，有真侪这少年的女性去到人侪所在，雄不爽快，才发现讲家己去互占渡过空。目前差不多有300人去报案，法国警方初步有抓到一个查甫人，目前无证据来证明伊就是凶手。19岁女玛丽顶礼拜5去法国东南部一座城市参加音乐节目的录影，原本算甲真欢喜，但过尾也感觉身体真无爽快。My vision went blurry. I felt very weak, so I looked at my friend and I said, "I'm not okay. Something's not right." 女玛丽开始吐，赶紧向急救人员来求救。不过伫这时阵，真侪人开始不安骚动起来。Suddenly, we saw movement in the crowd. It made me think there was an attack. People were panicking, bumping into each other. Then we hear, "They're needles. They're needles. We need to leave." 迄天大约有20人感觉身体无爽快，才发现家己互针头插着。拜六又继续有2场音乐节，有10外的青少年受到攻击。警方伫礼拜抓到一个20外岁男性，不过无伫伊身躯找到注射弹，嫌犯也好临这指控。回顾相关的案件，其实对今年初就开始啊，法国各地拢有人通报，到即阵已经超过300个人报案。受害者大部分是少年的女性，共同的症状是常常想要吐、头壳晕、感觉真痛。后来就发现身躯有针，警方即阵也无法确定注射针头是毋是含有毒品。相关的事件若伫法国引起惊吓，英国去年下半年就发生超过1300针的针头的攻击。比利时甲荷兰也有一寡案例，也毋过各个调查拢无明确的结论。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有一个英国记者和一名巴西原住民工作者伫初5煞来失踪。根据了解，因进前捌去拜访过原住民的领地，当去半中途煞来失踪。目前有派人去甲因找，而且因发生事故这个地点是真侪为非三族的代志，都发生伫遮。连因的总统也讲，伫迄款所在发生什么款的代志，拢有可能。
这阿兵哥全副武装排队要上船，这只船当伫咧找人，另外一阵士兵是伫咧路边甲居民探问，希望找出线索。一个57岁英国的记者菲利普斯，这个年来替《卫报》甲《华盛顿邮报》等写稿。伫失踪进前，当伫咧调查守护 Amazon 环境的议题。迄当阵踮伫伊边仔是白瑞拉，伊伫咧巴西国家原住民基金会咧做工课，长久以来捍卫原住民的权益。也伫国原住民协会甲原住民人权观察站出来发声明表示，这两个人伫咧车衫坐船展开2天访问的行程。迄天先去加布罗湖访问当地原住民。6月初5，2个人拜访圣拉斐尔社区，按算要甲当地带头的人讨论做原住民巡逻队来对抗领地互人入侵的问题。结果带头的人无出现，2个人准备要转去北阿塔拉亚的时阵，就安尼就来失踪。巴西当局派几10个海陆军找人，当地原住民的领袖嘛出来斗找。Hoje o movimento aqui está em busca ver se encontra Vestígio e o desaparecimento dele, que é Bruno Pereira e Dom Phillips, que acompanhava ele para fazer filmagem, qual era o problema do Baixo Javari. 2个人失踪的所在，或者雅迪国原住民领地，是全世界上大孤立的原住民部落之一，人数有甲几千人。现在有人偷早就去因遐拍拉、掠鱼仔、甲测查等等，嘛是摇头甲毒品为附近的国家秘鲁，再去巴西主要的管道之一。最近这几年，因的领地暴力的事件一直增加。2019年，国家原住民基金会人员因为调查有人去遐偷拍拉，想要告诉互杀害。雅迪国原住民协会表示，2个人伫访问的期间，捌去有武装人士威胁。也若巴西总统普索纳洛伫猜测讲，伫这种荒郊野外的所在，任何代志都有可能会发生。O que nós sabemos até o momento, que no meio do caminho teria se encontrado com 2 pessoas que já estão detidas pela Polícia Federal, estão sendo investigadas. E realmente 2 pessoas apenas num barco, numa região daquela, né, completamente selvagem. É uma aventura que não é recomendável que se faça, né? Tudo pode acontecer, pode ser um acidente, pode ser que eles tenham sido executados, tudo pode acontecer. A gente espera e pede a Deus que sejam encontrados brevemente. As Forças Armadas estão trabalhando. 有资深 Amazon 雨林工作经验的环境保卫者，即马下落不明，引起各界关注。英国媒体《卫报》发声明，谴责这种对记者甲媒体工作者的攻击，希望这2个人会当量早平安倒转来。公视新闻王雅峰编译。美国 FDA 专家小组建议批准 Novavax 所研发的武汉肺炎疫苗会当投入市场。根据着临床试验讲，这摆疫苗伫新冠病毒的防护力有到9成，副作用也比其他疫苗佫较低。不过，这研究是伫咧 Omicron 变种病毒大流行进程所做的，做了后啥款呢？可能要继续观察。美国 FDA 食品甲药物管理局初次为了审核 Novavax 新冠疫苗开始讨论。虽然有部分专家烦恼 Novavax 疫苗可能甲罕见的心肌炎有关，到尾也是以赞成票数较侪，支持使用这款疫苗。So there's 22 total voting members again today, and we have 20. Let's see. Okay, we have 21 that have voted yes, 0 have voted no, and 1 has abstained. So the majority have voted yes. 即摆美国已经批准3款疫苗用伫防范新冠疫情，分别是采用 mRNA 技术的辉瑞 BNT 甲莫德纳，也有采用腺病毒做载体的胶性疫苗。Novavax 疫苗是采用过传统的蛋白质技术制作疫苗，较早乙型肝炎疫苗甲 HPV 人类乳突病毒的疫苗，拢是用传统的蛋白质技术制作。另做 FDA 甲 CDC 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批准使用 Novavax 疫苗，这就是美国得到授权的第4种新冠疫苗。美国 FDA 生物制剂评估甲研究中心主任彼得马斯克博士是讲，新的疫苗会当提供美国2700万人左右无注疫苗的成年人一个新的选择。So I think we speak to making available another option for those who might not otherwise take a vaccine, because right now any vaccine, even one that may need to be updated for the variants, right now getting that into someone's arm who has no vaccine is probably going to prevent them from having serious outcomes such as hospitalization and death.
from COVID-19. 外国媒体报道 ，Novavax 疫苗是全球疫苗竞赛当中领先的，不过受到制造加监管问题影响，互疫苗上市比其他厂牌较慢。伫今年1月底才申请美国授权，比原定申请计划慢将近1年。目前 Novavax 疫苗已经伫欧元、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加入注射行列。根据临床的试验证明，这款疫苗对新冠病毒的防护力超过90%。不过因为试验是伫 Omicron 变种病毒流行前进行的。一定拄到 Omicron 病毒，可能还需要做对加剂，还是更较新的疫苗。公司新闻，但是同编译。春出友谊双手，欢迎全世界来到台湾交朋友。法国的参议院友台小组副主席格里欧今仔日带团访问台湾，这是法国国会一年来第3届访问台湾啊。总统府表示讲，这代表台湾和法国的关系是真好的。另外，当日台湾访问的斯洛伐克访问团今早起也和咱台湾签署着民事上诉司法的合作协议，增加双方的交流。法国参议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也是友台小组的副主席格里欧，吹背带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这是法国国会一年来第3遍组团来访。总统府讲，这表示台法之间的关系正紧密友好。格里欧表示，希望让就此更加了解台湾，真正彼此之间的关系。格里欧是伫2018年了第2遍访问台湾，总统蔡英文找到早起，将会接见并且颁发大小钦分勋章。感谢伊对台法国会交流的贡献。另外，外交部长吴钊燮也颁发贸易外交奖章，和正伫咧访问台湾的斯洛伐克国会友台小组的主席欧舒斯基，表彰伊对台苏之间关系的贡献。Representative of one China theory, but this is the China, not the despotic regime behind the threat. You are China of democracy, and that's why you deserve.Name of China and not only Taiwan. 台湾加斯洛伐克也签署台苏民事及上诉司法合作协议，真正双方的司法合作。司法院副院长蔡景敦，也个法务部部长蔡清祥，拢有参加签署仪式。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股东商会今日召开会议，董事长刘德英表示，台积电去年公司营收是增加24.9%，今年营收预测会当增加到3成。台积电大部分起厂房的投资会继续伫咧台湾，也有一部分会去到美国甲日本。台积电今日的股价是收伫544块。台积电股东会由董事长刘德英亲身主持，因为防疫措施采用辅助分区实行会议。今年拄到台积电创立35周年，股东问起未来5至10年的愿景，刘德英声明数位化转型，创造半导体未来10年真好的机会，搁而且2022年营收会成长3成。台积公司在全体同仁的努力之下，近年来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我们去年公司的营收成长了24.9%，今年我们也预期成长大约30% 左右。最近台积电大幅度增加资本的投资，除了大部分半导体制造扩厂也会留伫台湾，也会积极进行海外扩散。刘德英表示，考虑日本、美国申请了后，长期毛利率也是会当达到53%的目标。对股东问起台积电目前的股价是毋是有较委屈，刘德英是讲，今年为上悬688块，上少505块，确实是落袂少。不过高科技股拢落，希望股东会当看较长的。最近的股价跌，并不只是台积电，其实是 high tech 高科技业都跌。大概跌了超过20% 台积还算少的。七八是超级股东会日，除了台积电同时间召开的，也有台立光、国巨、华硕等5间清液次大的公司。台积电股东会释放利多，预定第二季营收会达到176亿至182亿美金，毛利率56%至58%。明年资本支出看涨400亿美金。台积电今仔日开盘走悬，收伫544块，今日大盘中场起157点，收伫16670点，拢中会国际线。记者综合报道。
疫情期间，真侪人讲民众唔开钱，事实上是民众唔敢出门去开钱。这疫情影响到各行各业，即摆又风声讲，这成品的信记店因为厝头家统一集团无想要继续拍契约咯，可能明年底这租约到期就要应收起来。另外，伫成品一个台北车头的店面，也因为受到疫情影响，生意变甲真歹，恐惊会提早收起来。不过，这厝头家就是台北市政府，目前一个伫咧协调，也未有结果。就算雨都无休困，东区的成品信义店也是有袂少民众来遮踅街。从2006年开幕以来，成品信义店规栋的商场，加上大型册店的形式，今嘛已经加做台北市真重要的文化地标。就是会来晃一下，因为它就是因为成品算是一个比较复合式的商场，所以除了买书，也会就是可以顺便逛一下其他非书籍类的东西。它这边还蛮大一栋的，就是品牌也是算不少，这边蛮多范围可以逛，然后这个也是其中之一。不过因为疫情影响经营甲利润，今嘛有风声讲，成品信义店因为出租统一集团无想要阁继续租赁，所以成品董事长吴明杰伫股东会话讲，希望统一集团对继续拍契约的代志表态。今天是董事会，但是董事会并没有这个议题。如果说那个有相关的议题了那么一切的运作，我们会以上市公司的规范来办理。成品台北车头站正店嘛，因为疫情的冲击，地主营收差不多剩一半尔，今嘛传出可能会提早解约。现在就今天调解我们目前还在调解程序当中啊，他们是希望提前终止契约嘛，还有履约保证金这几件事情嘛。我们市政府的减租政策对于他的继续履约有帮助的话，他们是可以去思考嘛。台北市政府回应讲，目前双方当地的调解当中，也若出版界是议论纷纷。不过，要是真肯定成品册店伫推广活动的拍拼。对我们来讲，必须有一家信义成品。信义成品不只是销售图书，对出版社来讲，其实它有很多的展示的功能，然后特殊的活动，书页的跟作者的互动，跟读者的互动，样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台湾真的需要有好的图书的发展的店面跟展示的空间。针对站正店的未来，成品发声明讲，疫情影响台北车头的人潮甲店头是真大，目前也咧甲主管机关研究上届妥当的做法，尊重主办单位的权限，也若抓本活动习惯的改变，加上疫情的变数，嘛互册店拍拼找出可能的生存之路。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拆家将官大财，这诈骗集团想尽办法甲你骗、甲你拐，咱做民众的着爱千万有知觉、爱理解，才袂白白趁钱去互人开。透过着这第三方支付平台做买卖是真利便的。不过，即马所发现讲有这诈骗集团偷摕别人信用卡资料，伫第三方支付平台消费，这受害者是经过这对方呢，甲伊投入卡入8摆，总共19万，才发现讲家己去互骗去啊。透过无现金支付方式买卖会使搁较利便，即马所传出有人利用第三方支付工具诈骗。王小姐过去伫线顶买物件，所拄到诈骗集团，摕伊的信用卡号码去登录第三方支付服务消费。把你的信用卡资料绑定上某个第三方支付的账户。然后绑上了之后，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账户就会认为这个账户是你的，然后他就可以一直的刷卡，刷到第8笔已经19万的时候，我的发卡银行才通知我来跟我确认说我是不是有做这样的消费。王小姐表示，提供信用卡号码了后，嘛回传1摆简讯 OTP 号码给对方。伊即期为虾米敢若1摆 OTP 授权，对方就会使伫第三方支付平台消费遮济遍。立委也指出 ，OTP 简讯并无设是要登录第三方支付，也是普通消费使用，要求相关单位爱改善。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定型化契约里面呢？我们往这个方向来努力。我们回去会协调银行工会针对 OTP 格式那一块，我们会去了解。除了希望会使伫 OTP 简讯加上相关警告资讯，金管会也表示，针对银行方面，伫发 OTP 简讯时，敢有法度分辨每方旅客 OTP， 目的是要登录第三方支付平台，也是单纯消费，嘛会搁再了解。记者郭本郑派文台北报道。欧盟决定，伫咧2024年秋天进前咧，要甲这充电的电线统一规格变作是 Type C， 而且我相信民众一定有真侪这电线几落条，拢无好好甲伊整理，好好甲伊收起来做回收。环保署也认为讲，统一的好处就是甲这废弃物对源头来减少数量。
这款已经停产的苹果 iPad 播放器，使用是宽版的充电头，不过已经无法度再来替 iPhone 11来充电。连 iPhone 11的 Lightning 充电头也袂使摕来插伫苹果的笔记型电脑顶面，因为笔记型电脑用的是 Type C 的接头。后面决定在2024年秋天进行统一规格，正做 Type C， 使用者是真赞成。很麻烦的地方就是它的 iPad 是 Type C。就没有办法跟我的手机的线是互通的。我光是它所有的产品，我就一堆线。因为换手机也是用其他的电子产品，因讲每一个人拢有一堆充电线。这个充电线若是无爱用啊，其实使交邮地方的清洁队来回收。但是去到粪扫桶，因讲是白白伫咧浪费资源。里面是有铜哦，有一些金属，它是有价值的哦。如果把它当做一般垃圾丢弃，就很可惜哦。充电线甲手机是看做共一类的回收项目，这种回收率并无分开来计算，我都有精准的数字。不过，若是甲销售量比较，回收率无悬。环保署表示，种物件是较无排出，大概超过50%以上。民众家里不用或很少用的这些废手机蛮多都还是摆在家里面并没有去把它排出。环保署统计，手机和配件各地清洁队回收量每年大约38000公斤，是不是要对前端收取轻度处理费用来补贴回收业者，达到提升回收的成效，也需要评估。不过，欢喜看到后面统一规格对着重复使用有帮助，应减少线材废弃物的产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市东区的东港园道，目前正在进行园道的改善工程。不过，有保育团体发现讲，这保育类的粉鸟莺伫咧做馊甲生炭。野鸟协会表示讲，附近咧施工这噪音，恐惊影响到这粉鸟莺。希望市政府会当先停工一段时间，或者鸟仔呢会当顺利大汉。目前建设处也答应讲会停工一段时间，做回来保育生态。镜头翕到，这只鸟母正伫咧饲鸟仔，边仔也有公的鸟伫咧守护。这是保育类的粉鸟莺。保育团体伫台中市东区的东港园道树丛内底发现，毋若伫咧遮做馊，也断生下一代。就是父母会带食物回来给小朋友吃。那我们那时候是担心说，因为小朋友飞行能力还不好，那如果施工的状况可能会造成一些声音或震动，干扰到或影响到他，如果害怕他掉下来。保育团体讲，粉鸟莺是台湾第一亚种保育类二级。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这对成鸟对今年3月开始伫遮做馊，经过2个月时间，慢慢甲鸟仔饲大只。过程这只公的鸟除了会找这物件转来收的，鸟母也稳定伫咧孵卵，鸟仔才发度孵出来。也毋过，粉鸟莺毋但有地域性，对环境的敏感度也真悬。鸟树下面正伫进行东港园道的改善工程，保育团体烦恼鸟母受到环境干扰，上严重可能会飞走，也请市府施工单位甲工程停工10天。希望可以暂停，先评估之后，你们再跟工程单位讲一下是怎样的状态啊。虽然我们工程其实是没有砍伐到，或是说没有修剪到那些树木，可是因为行进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嘈杂的声音跟一些机具劳动，那所以我们也在听取这个专家这个意见之后，我们暂缓这一段的这个路段的施作。台中市建设局经过现勘，决定在无影响施工的情况下，加工期延后。同时，这生态真丰富，也避免噪音加工程的震动降低干扰，互两只鸟仔顺利来大只。记者综合报道。在疫情期间，真侪弱势家庭因的生活是真歹过。即马高雄市社福中心有甲强标合作，若阵发现讲来遮拜拜求灵签的民众呢，需要帮助，就会协助转互社福中心提供救助金，也是生活物资。住伫附近的阿月阿嬷定定来庙林拜拜，最近因为生活艰苦，甲市民求签诗，想袂到煞改变伊的生活。毋但是签诗的内容，伊嘛得到实质的帮助。这张签诗讲叫我爱等，爱勇敢行出来。嘿，我嘛是勇敢行出来。你跟他谈了以后，你就发觉，这个问题是不是1天2天，也不是短期的，那需要可能要1年半载的。这个时候，刚好有这个社会局、社会福利组织，我们有这个单位，那如果能够再结合多单位来帮忙，那不是更好吗？阿月阿嬷因为后生无住伫身躯边，翁仔某拢着癌，搁爱照顾2个孙，生活歹过嘛歹势求帮助。因为公庙甲社福中心合作，
庙林被签死的人员加问2句，知影阿嬷的困难，马上甲伊通报。即马伊逐个月有3000块的补助，甲生活物资，阁有民间的救助。多问一下，就是他家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状况。那如果有符合我们脆弱家庭或是弱势的家庭，就可以转介给我们。那我们社工就会去关怀、陪伴他，然后提供一些物资，还有一些急难救助。社会局表示，龙城宫是第一间合作的宫庙，40个被签死的人员拢有上课，目前已经转予社福中心2个案例，未来嘛会增加合作的宫庙，量早发现协助弱势家庭。记者邓亚文、赖维做高雄报道。咱讲咱人若老，身体敢一定会变歹。如果提早发现，会当互咱的人生愈来愈和谐。也讲到咱人有血啊，记忆可能会变歹。虽然可能这是正常的老化，不过也有可能这是失智症哦。台南基美病院的医生就列出8种镜头，教大家安怎分辨这老化加失智症的差别。若阵有出现一款失智的镜头，就要赶紧去互医生看。年岁渐渐有啊，一寡器官害去，功能确实会退化，毋过记忆性直直出问题。真侪人掠准是变老，煞无料想到可能是得到失智症。叫判断力变差，或是说他对于本来有兴趣的事情变得兴趣缺，或者说他开始重复的问一些问题，或者重复的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基美病院医师就列出8款镜头，互你分别变老甲失智的无同，包含判断有困难。学习用工区有困难，真歹处理复杂的债务，袂记你约会的时间，袂记你正确的年份甲月份，思考甲记性一直出问题，直直讲相共的问题甲代志，对活动的兴趣也会降低。若有这款镜头出现，就要注意量早去做检查。对于学习新的事物，比如说使用新的电器的遥控器啊，或者学习或者是使用其他新的器具会产生困难的时候，如果有这类的状况的话，可能我们就是要及早带来纠正。得到失智症的人会渐渐无法度照顾家己，而且也无药通医，敢若会当小可延长发病的时间。毋过配合长照机构甲医疗资源，也通互厝内的人负担较减咧。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最近这几年正在推动老厝文化运动，甲民间合作还一寡老建筑的空间再利用。即马佫甲2间特法价100年老厝带来参与，其中1间佫保留英国美甲的元素，推展这食米饭的文化。国金车走出怀旧风情，本地是中华街的米行，嘛是台北市历史建筑，即嘛是民间经营的餐厅，内底的空间保留真侪米行的家私。来我们这边用餐的客人呢，我们都会跟他导览介绍，就是他不是说纯粹来用餐而已，他可以把在地的故事给带走，然后分享给更多他的朋友。除了米行变餐厅，原地附近的汉药店空间嘛有卖军种木质商品的文创业者来接手。台北市的老厝文化运动，即马佫增加2个新所在。市府表示，以公司协力，甲老厝翻修佫再利用，预计到年底会有22间厝。那我们市政府在这个计划里面，那提供给厂商，包括它的这个营运的费用，包括这个租金。甚至房屋税、地价税等等，都可以折抵它的修复的经费。相关租税减少吸引业者的投资，市府表示，目前伫台北市有500几项的文化资产，其中有100多项伫大稻埕，真侪是老厝搁再利用。希望民众透过老厝的活法，了解市区有影的历史，嘛通感受新气味。记者电话报道，台北采访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家人到新竹对22度到28度，条日到云林对23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0度。天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3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
见。